掉種過的花，重新的出發，放棄理想吧。別再看塵封的喜帖，你正在要搬家。捉得起人應該接受，都有日倒下。其實沒有一種安穩快樂永遠也不差。就似這一區曾經稱得上美滿甲天下，但霎眼全街的單位快要住滿烏鴉。好景不會每日常在，天梯不可只往上爬。愛的人沒有一生一世嗎？大概不需要害怕。當初的喜帖金箔印象那位他，裱起婚紗照那道牆及一切美麗舊年華，明日同步拆下。小餐台沙發雪櫃及兩份紅茶，溫馨的光景不過借出到期拿回嗎？等不到